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。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。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跟住落嚟咧，我會教大家伸展下軀幹啦、胸部同埋上背部。咁首先咧，個人同個膊頭咧對腳要同一個闊度啦，膝頭哥同埋腳趾嘅方向一樣。咁我哋首先咧將隻手合十喺頭頂上面。好啦，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將手推到最高，隻腳踩實地下，個頭微微望向上面嘅。好啦，吸啖氣，呼氣，隻手向上伸展，隻腳踩實地下，頭微微向上，保持喺度一，你會覺得軀幹咧有伸展感覺嘅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放翻落嚟。好啦，俾個側面大家睇，靠實隻手。吸啖氣，呼氣嗰下，都係將隻手推出去，背脊就向後拱，好似抱住咗個波咁嘅。咁核心都要收緊，頭微微向下望。試多下啦喎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手向前伸，背脊向後拱，核心收緊去，頭微微向下望。我要個後上背係有伸展感覺就得啦。保持喺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收翻。咁而家咧，後手扣住先，將個膊頭向後搬一搬啊！咁吸啖氣，呼氣，將隻手向後推，心口向前拱，頭微微向上。我要個上胸位有伸展感覺。吸啖氣，呼氣，手推出去，心口向前拱，頭微微向上。保持喺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放鬆。咁做多個啦，咁就係將隻手扣住擺喺頭後面嘅，係啦，形成咗一個三角形咁樣。咁而家我想做一個動態嘅胸部伸展運動。咁咧就同我可以保持呼吸㗎，收緊個心，可以咧將隻手收埋嚟，有少少曲背嘅。擴張翻，有少少身後突出去，背脊向後拱嘅。係啦，我哋做10下，收埋嚟，擴張，好，保持喺度，預備開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。